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头早到台南看排水的系统，这个中南部豪雨成灾，加上疫情的影响，所以行政院规划这个振兴5倍券更加受到注目。苏院长前一天来发出讲，5倍券等于是现金，限期使用，才袂互提去欠起来。结果去互在野党的立委批评，讲规气，请政务官薪水嘛来领5倍券。苏院长是讲，去年这个3倍券创造9000亿的成效，这届嘛根据着经验过来精进。这届这个振兴券，一个人要发5000块，所以业者来建议，把使用的时间扭长，他来得到上大效益。内底落雨，外口也落雨。无看到前几天落大雨的烂图，台南日头早天气真好。行政院长苏贞昌继续南部勘灾的行程，视察仁德区三亚溪的排水治理。相关的这些设施是应该要清掉。惊人的雨量，损失真歹估计，民生经济更加受疫情冲击。行政院已经规划要推出5倍券，不过发现金的声音无断过。高达2333万人领取使用，而且创造了1000亿以上的效果，把去年的经验再加以精进。搁一摆为政策辩护，因为前一天苏贞昌讲5倍券定义是现金，和国民党的立委讲，请政务官归去领5倍券来做薪水。5倍券还要印制时间、印制成本，重点是还不能找零，这一些都没有办法实质的赶快给民众做最好的纾困跟振兴的方案。故意扭曲苏贞昌的发言，国民党不为经济着想。只是为反对而反对。发券或者是发现金，行政和立法部门阁要继续沟通。不过，这发钱金额有5000块，有业者就建议使用的时间应该悠长。若是9月份发，希望会使包括中秋节、圣诞节和明年春节，会使有上大效益。另外，去年成效无好的所谓券，今年有可能会生发，然后再来发抓本券，要鼓励民众会使加使用所谓券。